你讲哈？哦，你有够无意思了咧！你安尼搞我安尼杀啊安尼，互你跋倒。无啊，我在场呢，啊你安尼做，你甲我当做偌济哈？你根本都咧争暗呢，你争暗呢？你看我的嘴敢有种？啊，哎呦，口臭甲安尼！我安尼小可甲迄衫仔安尼吐一个尔，伊家己就哭定去拼甲壁倒去，对毋对？迄毋是我甲吐的啦。我跟你讲啊，无亲像迄个场面啦，伊安尼细念啦，安尼讲迄落话啦，入场啦，换做你会掠讲啊袂？我当然掠讲啊！对啊。你讲真个，阮掠吼有够厉害，你骂人吼拢毋免喘气啊，而且拢无芳红草，有够厉害，红狗遐呢。我即摆知影代志到这个地步来吼，我家己要解决啦。我即摆绝对要开始请求自力救济。你甲我共款拢提镜头啊？对啊。你无论如何，这一遍我若自力救济的事，一定爱听我。我一定听你的，我拢徛你这边，你这边你敢无拢无法讲？我甲你讲哦，你敢赢你起冲突的时，我拢无讲话呢。是讲奇怪，咱借问吼，你哪会临时讲要装潢你已经白装？我已经，嘿啊，已经白装一定，内面有唱起啦，对无？我人会安尼，我绝对袂，我袂去做迄代志。我即款遮老实的人，我可能会做啊迄代志。你讲面拢无共款表情哦。讲正经的，你无代无志袂去装潢迄间，来讲出来我紧。我绝对袂啦，我无啦。你甲你在讲啥，我拢听无。我要倒来困啊，我要插你啊。我讲袂使甲我对。我。从今以后，我已经五间买迄间迄茶房啦，还袂翻大间的了后吼，你绝对袂用来遐里哦。好，我卖对。绝对袂用对哦。无，我无对。你著现今厝内佫讲无对？对，我绝对袂对。即摆对我真正甲你乌脚骨。倒球的，来一定心肝内有啥物贵伫的，才会惊我知。你无对，偏偏对。来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今仔绝对要甲我讲清楚啊！你若无甲我讲清楚，你皮甲比较安尼，我跟你讲啊，是你地球也较重要，还是我较重要？你讲，你甲我讲清楚。好啦，啊人着安尼闪的射一个，你甲对较紧。是讲安尼，安某，你着莫遐尔啊受气。吼，迄倒球的吼，也毋是歹囡仔，爱算起来吼，虽然毋是讲咱生的，哎嘛叫你阿娘，啊叫我阿爹，爱阁是着鼓励咱同情伊，做人啊主比为怀疑，回头是吼，阿弥陀佛。点伊啦，吵死啊！阿娘，我想哦，迄倒球的哦，伊毋是挑工的啦，伊是一时的生气啊，这家塞一个对仔去啦，你着原谅伊啦。好啊好啊好啊，家话莫搁讲啊，好无？我跟你讲啦，今仔啥物人求情拢无效啦，非是你有教，我无要互伊带落啊啦，绝对要赶出去啦。哎呦，安某啊，你着毋知。点伊啦，莫我阿叫哦，袂要紧，你若毋甲赶出去，我出来去。不来，不来，无用，紧，你甲动，唔通只是看物件，遐动的紧啦。我即摆就来去。我有爱照我心，莫怪愈来愈散。家在不对嘞。娘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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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倒找者。好，娘囝，娘你，敢有说你芳的？奇怪。安怎？无，你来这是要创啥你啊？啊，你毋是叫我甲你斗找娘仔的囝？无啦，我是这娘仔迄娘仔囝啦。饲娘仔囝，我叫伊讲你饲娘仔咧。无你对内面哪里？无啊，你头仔足神秘的啊！我听人对咧尾后，甲你看你内面有藏起啦无？我就甲你讲过啊啦，我袂啦，无啦，根本就无嘛，你吹嘛，无嘛。无吼，好，即摆原谅你。下摆若去互我长着的时阵，哦，你好看，你会点点食衫乌公半。哈，好了加载。我那娘囝是做代去，娘囝，娘囝，娘囝走代。相公。我惊一个遐仔跋臭咧，才想讲尔。啊，恁两个拄仔是拢秘伫倒位啊？我若拢找无啊。当然是比迄人看袂到的所在啊。家己知。头拄有人来菜所穿帮，你知无？哎呀，我看到恁两个吼，我就想到一件代志，想到迄件代志，我就艰苦。
都机会还是啥物代志对互你艰苦啦？因为哦，我无想要做人啊啦，我代志甲办袂成，我规气我死死的，我磕头自杀。小公我唔当啦，你若死我唔着酒馆，唔当死啦。是啥物代志？你讲嘛？哦，我若做唔到代志，你一定爱原谅我哦。当然的咯，当然的咯。因为哦，你有叫我讲这件事，我顶反过吼。系啊。啊，我有去甲阮的口罩哦，去遐自律救济，搁去遐甲喊口号，因拢无要听我的话，因讲无爱甲我翻啦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啊若关系装潢代志，无阮再来拍算啦，你免烦恼啦。哎呦，遐开足侪钱的呢。哎呀，经费的方面，阮来想办法吼。嘿啦嘿啦，啊你点遮等，阮两个出来想办法吼。啊你莫想要死呢，你若死我就无红啊。嘿，去啦。哎呦，人讲免生做大缘道理咧，若讲生做有人缘吼，查某囡仔就家己哭骗啊啦。恁要去帮助恁迄个恩人，要去修理因迄个衫马，而且要搁用法术来变自害，这安尼要太用。父王啊，你都唔知影咧，迄吼倒救的因迄个衫马是偌尔现实的，你知无？伊根本无将倒救当做是伊的后生啊，搁再讲，连讲要修理间厝哦，伊都唔肯。就是咩？啊，伊家己迄个对桥后劈凊头迄个啊，哦，过大少爷的身份啦，啊，倒叫咧做奴才啦，阮哦看到记赞袂调，毋知要请父王你做主。哎哟，玲珑啊，我听到这款代志哦，我是强要掠讲，啊你搁这你着互因气，哪会要紧啊？爸女啊，啊，这代志甲你一点仔关系都无，等你一日讲掠讲啥啊？话袂安尼讲啊，虽然这不我的代志无毋对，啊，毋过我这个人真正义啊，除非莫互我知影，即摆若互我知影，我一定要管。公主我嘛要参加。好啊好啊，父王啊，你有听到无？人下女都遮尔啊有正义感嘛？搁再讲，倒位是我的温情人，我若无帮助伊，谁要帮助伊？人阮是干那要教死迄个三马尔。嘿啊。对啦，父王啊，只是甲三仔教死一个尔，下摆互伊看你遐袂遐好摆啦。啊，而且安尼吼，倒下吼，也摆倒因的六家吼，都袂遐歹过日啦嘛。好啦，哦，恁三个去啦，恁若去哦，甲吓惊一倒，毋是伤过分，啊个，恁袂用随便用法术咯，知影无？多谢父王。哎呦，但是啥个啦？阿婆，你哪救起来啦？哎，安那安尼？